英姐，姐，你看，姐，丑，阿丑，哎呀，阿丑你回来了，阿丑，姐姐看看你伤了没有？伤了没有？没有，我跑了，本来都出了城了，可我想你了，我就回来了。你个混蛋你！谁让你回来的？你出去了，你还回来看我干什么？我又死不了，你就不能出去先躲躲，等风声过了再回来看我，不行吗？姐，瞧把你吓的，小白脸现在是钦差，我救过他的命，他不会为难我的。陈舵，你告诉我姐，你哥都怎么说的？英姐，我哥让我找阿丑，说有几句话问他。你说什么话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哥只是让我找阿丑，反正不会为难他的。阿诺，你去跟你哥说，就说我求他了。阿丑有千错万错，他总还救助过你哥哥呢。你让他看在这点情分上，千万不要怪罪阿丑，好不好？姐，阿诺说了，小白脸不会为难我的，说不定啊还会赏我个官做。不许叫我哥小白脸。老爷，您看这褥子，羊皮褥子，这月份铺这玩意儿热点儿的。老爷铺到这儿隔潮，上面再铺上一层褥子，就不上火了。啊，好，成。老爷啊，要我说呀，干脆给您盘个炕得了。盘炕？胡说八道！你想叫老爷我在这过年呐？待不了几天。那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？看见这地方没有？给我搭个帘子，就当茅房，四周有人看着我拉不出来。听见了吗？按老爷吩咐的干。老爷，你往这一住，可闲在了，该给我们多讲些故事了吧？老爷的故事有的是，那你们得酒管够。好说好说，老爷，只要你给我们讲故事，酒我们管够。还有臭干子、花生米少不了。小白脸，在我姐眼里啊，只有她最喜欢的男人，她才会夸她长得白。她见你头一面就是这么说的，可见我姐是真心的喜欢你。我也就是看在我姐的面子上，还救了你一命。现在你掌管了县衙，当了官儿，圣旨和官印也拿到了手，你准备怎么谢我呀？你觉得我应该谢你吗？难道不该吗？放下！如果当初我把钱老龟给我的毒药放到你那壶酒里，悄悄的给你喝了，你现在能在这儿当你的钦差吗？那如果当初你不偷我的东西，我会有后面的麻烦吗？那如果当初饭团子不笑话我姐不气我，我能偷你的东西吗？二白脸儿，说到底就是因为你长得白。你要是长得不白，我姐能看上你吗？我姐要是没看上你，她能向你抛媚眼吗？如果我姐没向你抛媚眼，那饭团子能骂我姐吗？如果饭团子不骂我姐的话，我能偷你的圣旨和官印吗？阿丑，我现在公事繁忙，没时间跟你胡搅蛮缠。我就问你一句，钱奎当初是怎么跟你说的？说什么？谋害我的事儿啊？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？
我想让你在公堂上再说一遍。不行，钱老龟一直对我不错，我偷偷的告诉你，那是不想你丢了性命。你要是让我在公堂上说，那就成了证据。你抓住了把柄，有了证据，你还不得把钱老龟的头给砍了？你真的不说？我告诉你这些就已经很够意思了。反正你也没有死，你就别记钱老龟的仇了。你要是气不过他打你那顿板子，你就给他拉过来打他一顿不就完了？反正他也没有把你杀掉，对不对啊？阿丑，我办的是公事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再问你一句，你到底帮不帮我？那就得看你给不给我官做了。你还想当官儿？哼！你懂什么是为官之道？我不用懂什么为官之道，照样有人给我送银子。我这钦差本来就是当的好好的。阿丑，没想到你如此胆大妄为。你知道不知道？就因为你这个小无赖，险些坏了我的大事。我还告诉你，你只有说实话，我或许可以在皇上面前替你讨个人情，饶你一命。你敢把我怎么样？你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吗？按大清律，杀你3回都足够了，你还敢耀武扬威？好你个小白脸儿，果然是翻脸不认人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应该把那壶酒都给你灌了。阿丑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到底听不听我的话？那得看你让我干什么了。如果你让我陷害钱老龟，那是对不起朋友的事儿。而我阿丑又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，我是死都不会干的。你好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来人！大人有何吩咐？押到牢里去。是，走。就算是棺材铺开张了，我也不会流眼泪的，小白脸。走吧你！钱老龟呢？他去哪儿了？你不是钱老龟的人吗？怎么全听小白脸的了？小贼，我们老爷就因为你，也跟着吃了官司了。听好了，是钦差要关你，可不是我们老爷要关你。有准的，找钦差去闹去。我告诉你啊，关不了我2天。小白脸使的是苦肉计，是我们俩合计好的。先关他2天，让他在狱中暗访，然后再关我。你可得好好伺候了，说不定过2天我就在你们县衙里坐堂掌印了，明白吗？呵，你小子，你给我进去吧！小贼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不管你是真的假的，今儿你来到这儿了，我就让你尝尝这牢里的滋味儿。给我听好了，打今儿个起，每天就给这小子2窝头，1碗白菜汤。是2窝头1碗白菜汤。我进去吧！我可是当过钦差的，给我2窝头1碗白菜汤，让我怎么咽？当过钦差，知道他以前干什么的吗？以前呢，就是一个他妈要饭的。钱老龟，你在哪儿？他说我知道。你现在连狗屁都不是，让我们老爷来见你，你算哪根葱啊你？我告诉你，尤二，我算这跟我来这套，哼，他妈嫩点儿。田庄主，这个你请放心，王观察这一走，剩下姓陈的这么一个愣头青，就算他是仗着皇上的龙威，也不过是表面上吓唬吓唬人。他也有把柄在我们手里，真要是传到了皇上的耳朵里，他也不好交代。哎呀，我担心的是我们家钱奎，这个姓陈的要是再设什么套子，说不准那钱奎就会往里钻呐。田庄主，这一点你也尽管放心，我已经派人给钱奎传过话去了。只要他咬住认错了钦差，
这件事儿，姓陈的就不敢把他怎么样。田庄主，我已经和周大人说好了，不管钱奎过去对我如何不敬，如今他有难处，我绝不会难为他。都是朋友，自己人不难为自己人。哎，姓王的临走了，留什么话了吗？不过是几句官话，让我们关照那个姓陈的。田庄主，郑大人，你们说，我能不关照吗？钱老贵，你在哪儿？哎，我说，我怎么听着像这阿丑的声儿啊？回老爷，正是这位阿丑大人，陈大人把他也给拿来了。哦，把门打开，我去看一看。回老爷，说不定钦差大人一会儿到牢子里边来查看呢。他查看个屁！占了老子的县衙，还不许老子在牢子里头走动走动。开门！刚换了新主子，就不认识老爷了。白眼狼啊！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，老爷，小人不敢。哎呦，这不是阿丑大人吗？跑这儿歇晌来了。钱老贵，你倒比我先进来一步啊！你还有脸说？托你办点事儿都办不利索，怪得着我吗？还不是你把毒药调了班儿。少废话。这儿说话不方便，走，上我那儿去。哎，把牢子打开。是。里边待着。瞧见没有？别看我现在在牢子里，我还是老爷。这一亩三分地儿，还得是我说了算。来，里边去。我让牛大在客栈里等你，本想先带着你走，我倒让姓陈的抓来了。我对你可是够讲义气的。我知道，不怪你，是小白脸把我给骗进来的。你他娘的行啊！钱老贵，把家搬到牢子里来了。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？在这一亩三分地儿，我还是老爷。那太不公平了！你是个县令，搬到牢子里吃香的喝辣的，我可是钦差呀，用官品我比你高多了。放屁！你那钦差是假的，我这县令是在册的，他能一样吗？那不行，刚才尤二说了，每天只给我2个窝窝头1碗白菜汤，你得跟他说说。你小子为何没把姓陈的干掉？钱老贵，你说实话了吧？我要是真杀了他，你肯定会拿我抵罪。放他娘的屁！你要是把钦差杀了，你就是钦差，我为何要拿你抵罪啊？得了吧，说到底，我这个钦差也是个假扮的。我要是真把小白脸给杀了，你肯定拿我向皇上抵罪。你说是不是打的这个主意？小兔崽子，你救了姓陈的小白脸，他为何还要把你关起来啊？姓陈的小白脸翻脸不认人呗。其实我早就逃出城去了。那你为何还要回来？我姐病着，我总不能舍下她不管吧？嗯。你小子还算讲义气，以后怎么打算呢？我怎么打算？这牢子是你的天下，这县衙是小白脸的天下，我还能怎么办？听天由命呗。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想先害了小白脸，再害我呀？这话你跟姓陈的说了？说了。你真他娘的不是东西！怪不得姓陈的敢拿我。
这话能告诉他吗？你傻呀！行了，钱老贵，我说是说了，只对他一个人说，又没别人听见。他要是想让我在公堂上作证治你的罪，那还得看我乐意不乐意了。好，你咬住没这回事儿。只要你不作证，姓陈的就抓不住把柄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那咱们得好好的商量商量。大主意没有，小主意你总得意思意思吧。小兔崽子，你倒先讹起我来了！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！哎，糟蹋酒！开门，开呀！尤二，大人，这些账册，哪些是以前的，哪些是近几年的？小的也不知道，原来有个先生管着，后来死的死，走的走，人都不在了。周大人说过了，这些账册呀，都得由大人们亲自查看，不容我们这些当差的插手，怕回头乱了，说不清楚。你先下去吧。下去啊！哎，大人，回头您别忘了锁门啊。哎呀呵，你打我你！哪有这娘们真厉害！敢打我你！我告你去！告你去！告你去！哟，陈大人，这么多呀！哎，你们看看这怎么？别吵，别吵！看见的，别吵！谁原告？我是。那你呢？我被告啊。你是原告？哎，那你先进去。哎，那我呢？你呀，等一会儿再传你。走。哎呀，大人，不好了，外边有2个喊冤的要大人升堂为他们断案呢。所告何事？等堂上问过了才能明白呀。以前遇到这种情况，前知县又当如何？以前我们老爷遇到这种情况，不管手边的事儿有多大，都要先停下来过堂审讯呢。好吧，你传下话去，就说本官即刻升堂。钦差大人升堂喽！传鸣冤者上堂。钦差大人，传鸣冤者上堂。
钦差大人，你可要给我做主啊！下面是何人？小人徐六，家住清水县水渠沟。你有何冤情向本官诉说？小人自幼与同村的王桂花定下婚约，小人送过她家许多彩礼啊。平时打柴，只要攒些银两，便买做礼物送到王家。可现在到了婚配之日，那王家却突然毁约，他不认这门亲呐。小人求大人做主，替小人讨个公道啊！那不认这门亲事的，是王桂花啊，还是他父母？他父母去年双双过世了，是那王桂花，她不认这门亲。那你的父母可还在吗？小的父母去年也都故去了。如此说来，这件事儿只有你们2个人可以作证了。正是啊，就是因为这个，那王桂花才死不认账啊。那王桂花可在堂下？回大人，在堂下候着。传。是。大人有令，传王桂花上堂。你就是王桂花？钦差大人，正是小女子王桂花。你为何不认这门亲事啊？这徐六原本也是我看上眼的，只是他这嘴太笨了，像个没嘴的葫芦。大人，你说，要是成了亲，平日里小夫妻过日子，打个情啊，骂个俏啊，他都不会，这日子过得还有什么劲呢？王桂花，夫妻在一起是过日子的，只要他人本分，能吃苦耐劳，便是一个好丈夫。你又何苦挑的这些理呀？哎，大人有所不知，其实呢，也不是我看不上徐六，就是前些日子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位仙人对我说，我的姻缘不在徐六身上。哦，那又在何人身上？小女子不敢讲。恕你无罪，讲吧。那位仙人让小女子暂且待字闺中，只等着有一日清水县会来一位年轻俊美的公子。小女子将此事告诉徐六，徐六刚开始也并没当真，后来听说县上真来了一位公子，他就猴急的，非要我立日3刻的嫁给他。大人，你想啊，这梦中之事都应验了。小女子再怎么着，也得见见这位公子吧？那你可见到这位公子了？见是见到了，只是不知道这位公子是不是小女子梦中之人呢？如此说来，你对这位公子真是要以心相许了。大人一说，便中了小女子的心事，却不知大人能不能替小女子做主。却不知这位公子现在何处啊？小女子说了，大人不要怪罪。你讲。小女子说的这位公子，就是钦差大人你呀。大胆淫妇刁民，你们竟敢戏弄本官！大人刚才说了不要怪罪，小女子讲了又大发雷霆之怒，大人贵为钦差，就不允许小女子把真心话讲出来呀？大人，小的只想讨个老婆，又没说大人您办个不是，您为何连我也一块怪罪上了呀？王桂花，你受了何人指使，竟敢在公堂上如此放肆？还有你，徐六，你又受了何人指使？你当本官是吃素的吗？哎，大人开恩呐！大人开恩啊！小女子没有半句谎言。拉下去，原告打10大板，被告代加示众3天。退堂。起来，走。起来，走。给我趴下。啊，哥儿几个，使点力气，要不然我实在喊不出来。再说一遍，什么意思？使点力气，要不然我喊不出来。我能让你喊出来。哎，那就好。
不出来。哎呦喂！我说，你倒是悠着点儿啊！喊出来了吗？我喊出来了。哎呦，这我才用了2分力。哎呀，我说不敢，这要是真打呀，这5两银子，这可不值这10板呢。行了，忍着点吧。哎呦，我说过来，要不然咱歇会儿，休息会儿，啊？行，歇会儿，听你的。牛哥，你可没说还要对我用刑啊！带这么重的玩意儿，我可受不了。行了，待会儿不行我就给你摘了，不就完了吗？钦差大人说让我示众3天，到时候要见不着人，看你怎么交代。这不是你关心的事儿啊！我就说你晒俩时辰，人不行了，不就完了吗2个时辰我也受不了啊！我看出来，不就想要点银子吗？这里的，就这么点儿啊？不是切少啊？不，不是你也起来吧？我问你，缓会儿了没有？我缓好了。缓过去了吗？过去了。来着吧。把银子说好了。你走着！让不让听着？我让听不让不听？姚二，是不是我给你们前知县关起来，你们心里不服啊？小的不敢，弟兄们也不敢呢。姚二，你们几个可是打过我板子的，我没跟你们记私仇。现在我接管了县衙，念你们都是听差的，我也没处分你们，我算是仁至义尽了吧？你们竟敢如此戏弄本官，就不怕我治罪吗？大人，您真是冤枉小的了。小的和弟兄们都说，大人真是大人大量。我们钱老爷虽说对我们也有情义，可是我们奉的是官差，谁掌印我们就听谁的。这几日，大人又是如此的英明仁厚，衙门上下都是心服口服的，我们绝不敢有意的为难大人呐。刚才公堂上那对狗男女，明摆着就是来戏弄本官的，你难道听不出来？小的自然清楚，可是此事绝非我们弟兄所为呀。不是你们，那谁玩的鬼把戏？你骗得了谁？大人，真的不是我们干的。我们钱老爷平时断案的时候，就总喜欢七拉八扯、嘻嘻哈哈的，所以就有那些闲来无事、胆子大的家伙来公堂扯臊。说不定这2个家伙呀，就是为了来掂掂大人的斤两才来的。哼，刚才那淫妇张嘴闭嘴的公子长公子短，明明就是受人指使。要不然我堂堂钦差大臣，他敢在公堂上如此无礼吗？大人，就清水县这些淫女刁民们，最是不知死活的。说不定啊，他们听说了真假钦差的事儿，还当大人您是个假的呢，所以就来惹是生非。我们弟兄们已经向大人明示效忠，我们绝不敢为难大人，还望大人千万不要错怪了我们弟兄们呢，啊！尤二，你记住，以后再有来申冤的，先问明大致缘由。真是人命关天的，再向本官禀告。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就不用升堂了。小的明白，小的明白。陈小姐，回来了。哎，陈小姐，刚才你跟我们阿丑大人一块儿出去的，怎么没见马丑大人回来？你自己回来了啊？我们家阿丑大人呢？大人，你就知道阿丑大人，他是大人吗？我跟你说，阿丑他是个假的，我哥哥才是真的。我倒是觉得你哥哥没疯，你疯了吧？
你才疯了呢！我告诉你，我哥哥现在在县衙里办差呢。你要不信啊，只管去看一看。看看你。哎，阿丑大人呢？他已经被我哥哥关在牢里了。关牢里边了。我这店里边住的全都是疯子。英姐，阿诺，坐。哦。阿诺，你哥他怎么说？英姐，我说了，你不要生气啊。你哥把阿丑抓了。英姐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哥会关阿丑，我真的不是故意骗阿丑去的。你哥说了为什么要关阿丑吗？我哥没说，不过我听他们俩在屋里吵来着，恐怕是阿丑他不听我哥的话，我哥一生气就把他给关了。这个混账阿丑！英姐，你先别急，我哥什么都清楚的。我想，他也就是关一关阿丑，怕他又在外面惹是生非，最后终归是会把阿丑放了的。阿诺，阿丑偷了你哥的圣旨，犯的可是死罪。你哥一旦认真起来，阿丑可就没了生路了。不行，带我去见你哥。姐，你还病着呢。阿诺，不是我护着阿丑。阿丑虽然胆子大、不听话，到处惹是生非，可他心并不坏。你哥哥要是能容他，或许日后他还能帮你哥哥做些事儿。姐，你去了，这些话只管对我哥说。我哥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，不会不给面子的。哎，姐，你怎么一下子好起来了？走得比我还快。你不说我都忘了。阿诺，我这一身病啊，都是让阿丑气出来的。小时候他一惹了祸，把我急的，可是一到节骨眼上就全好了。嘿，干嘛呢？站好了。大人刚说完啊，外来的人一律不准进入。是。小姐，回来了你？我哥哥在吗？在。哎，正审完案子，刚歇着呢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大人有令，外人不能进入。那我带的人也不可以吗？小姐，您最好禀报一下大人，要我们做下人的为难呢。阿诺，你进去跟你哥说一声，我在这儿等着。对，回去跟哥哥说一声，不就没事儿？哥，我回来了。去吃饭吧。英姐要见你。不见。哥，你听好了，是英姐，就是阿丑的姐姐。你把阿丑给关了，你总得给人一个说法吧？给什么说法？他就是最好的旁证，你去问他，阿丑不该关吗？哥，你关在狱中的时候，英姐一直都很照顾我，怎么着，你也得见人家一面吧？不见。你去劝劝他不就行了？我怎么劝他呀？我又不知道你会对阿丑怎么样。怎么样？能怎么样？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当然是按律行事了。那我就这么跟英姐说呀。你就跟他说，我忙着呢，没工夫见他。哥，哎呀，你去吧，去吧。阿诺，怎么样？
英姐，我跟我哥说了，他不愿意见你。为什么？连这个面子也不给啊？他只说他很忙，让我劝你。我怎么劝你啊？我把阿丑带来了，他要把人给抓起来了，又让我劝，我怎么劝啊？你哥哥认真了。英姐，你先别急，我哥这是在气头上，等过2天他消了气，没准就改主意了。阿诺，你哥的为人我了解，凡事都一个理字，这次恐怕难通融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我，哎，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快起来，姐，你快起来！去跟你哥说，今天他不肯见我，我就跪死在这儿。我这就跟我哥说，你先起来，去。姐。来，把酒菜端上来。搁这，我来。哎，我来。牛大，哎，这是干什么？这是郑大人让给您送来的。郑大人说您在这儿当差很辛苦，又不能给您接到家里去，就把饭菜端到这儿来了。犒劳大人。他想得很周到啊。郑大人还说了，只要您在清水1天，就保证您1天的酒菜，还让您随便点，保证不让您吃重样。牛大，哎，拿出去喂狗吧。我不吃他的东西。不是，大人，您看，没听见吗？好，撤。这是。牛大，大人，您还有何吩咐？记住了，以后我和陈诺的饭食让厨房做就行了。买了什么记上账，我付银子。行，听您的。哥，英姐她一定要见你。我说过不见，你没听见吗？可她现在在衙门外面跪着呢。去，让人把她带回客栈。哥，去。姐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把阿丑骗来。姐，你起来吧，姐，你快起来吧，姐。你看看有多少人看着你呢，姐。阿诺，把这个交给你哥哥。哥，英姐不肯走，还在衙门外面跪着呢。就算他来，我又能跟他说什么呀？哥，陈公子，陈公子，茵茵姑娘，快起来！你会杀了阿丑吗？茵茵姑娘，我不是让阿诺告诉你吗？只要阿丑不再找我的麻烦，我会在皇上面前替他求情的。陈公子，我求你放过阿丑吧。你要是把他带到京城里，皇上一定会杀了他的。你别急，凡事都有变通。
我自己觉得阿丑并非罪不可赦，只是你让我现在就放了阿丑，我怎么向皇上交代？大小姐，陈公子说的有道理，您放心，至少在清水县里，我们弟兄几个不会为难阿丑。不，陈公子，你今天一定要给我一句话，你要保证不杀阿丑，要不然我就死在这儿。好，我保证，我绝不杀阿丑，行了吧？不，我要你保证，皇上也不杀阿丑。陈公子，你是钦差，皇上会信你的话的。陈公子，我就这么一个兄弟，你要救救他的命啊，陈公子！陈公子，你要救他，陈公子！陈公子，陈公子，拉出去！我求求你了，陈公子，你要救他的命！哎，大小姐晕过去了。啊？刚才县衙里边又传过话来，说那个姓陈的已经有点焦头烂额了。钱奎的那些手下，表面上应付他，可是暗地里还都听钱奎的。要说杀人越货，钱奎没这个胆量；要说放赖纠缠，这钱奎还颇有几分滚刀肉的刁蛮。前些日子，他气得我牙根痒痒，可现在啊，也该让那姓陈的头疼了。那个阿丑的姐姐也去找他大闹了一场，可惜呀，那个田燕燕没去凑这个热闹。要是田燕燕也舔着个大肚子找他去拼命，我看他怎么对付。